大家好，歡迎返到讀書日誌。今日繼續同大家睇呢本書《Supremacy》。講起 AI， 大家可能只係諗起 ChatGPT， 但其實呢一場戰爭嘅轉捩點係喺2014年 Google 收購 DeepMind 嗰一刻開始。今日呢一章嘅標題好正，叫 For Utopia, For Money， 為咗烏托邦定係為咗錢？ DeepMind 嘅創辦人 Demis Hassabis 係一個天才。佢想用 AI 解決人類所有難題，但佢面對緊一個魔鬼契約。Google 當時已經係一間靠廣告、靠追蹤用戶數據賺大錢嘅怪獸。書入面提到 Hassabis 當時好掙扎，佢覺得 Google 啲錢唔係幾乾淨，但佢更驚一樣嘢，就係 Google 如果自己研發出 AGI 而入面冇佢份。核心重點呢度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就係科技壟斷嘅恐懼。Hassabis選擇加入 Google， 唔係因為佢認同 Google 嘅價值觀，而係因為佢需要 Google 嘅算力同人才去實現佢個烏托邦。作者提到 DeepMind 用 AI 玩 Atari 遊戲 Breakout 嗰種唔使教自己學識玩嘅能力，令 Google 老闆 Larry Page 睇到流晒口水。結果 Google 用6.5億美金買咗 DeepMind， 但 Hassabis 好醒，佢加咗個條款，一定要成立倫理委員會。結果點？書入面第81頁寫得好精彩。收購之後 ，Google 慢慢吞併咗 DeepMind， 原本應承咗嘅獨立性喺 Google 改組做 Alphabet 之後消失咗。原本要監察公司嘅倫理委員會變成咗廢紙。Elon Musk 見到咁，覺得唔對路，於是先走去開咗 OpenAI。所以我哋今日見到嘅 AI 競爭，其實係源於一場關於控制權同理想主義嘅崩壞。3個行動建議： 1. 保持警覺 ，Be critical of AI for good。當大科技公司話佢哋發展 AI 係為咗人類福祉時，我哋要睇下背後嘅商業動力、廣告、數據採集。2. 理解算力成本 ，Value the infrastructure。書入面講到 DeepMind 加入 Google 係因為需要算力。投資 AI 唔係只投技術，係投資源壟斷。普通人可以多關注雲端基礎設施嘅發展。3. 反思 AI 倫理 ，Check the ethic。留意你用緊嘅 AI 產品有冇透明嘅監管機制。DeepMind 嘅例子話俾我哋聽，自律 （self-regulation） 喺資本面前係好脆弱㗎。歷史話俾我哋聽，當理想主義遇上無限金錢，往往都會變質。但係咪代表我哋應該放棄理想，定係要學識點樣喺資本遊戲入面玩得更醒？聽完今日分享，你覺得 Hassabis 賣身俾 Google 係成就咗大業，定係出賣咗靈魂？留言話我知。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俾你啲鍾意科技嘅朋友。我哋下次讀書日誌再見。